民进党不是每位委员都会通灵。这上面写4月6号国民党在记者会的时候曾经秀出来过，但是如果大家有那个耐心，我们党团的成员的确很有耐心，我们党团的工作人员把昨天朝野协商的全部的录影资料呢都看过了。的确，在昨天朝野协商的时候呢，有国民党的委员秀出了他们这份表，然后呢，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行政院你们至少先告诉我你们的基本计算基础，如果你们要同意发放现金，我们理性讨好来讨论，然后呢再给我们盖板。拿着这个板子说刚才的内容，然后宣称说他们有对1000亿的纾困现金发放怎么发放，然后呢，在我们朝野协商的时候呢，他要求要先看到行政院的内容。到底在朝野协商的现场，国民党宣称他们对1000亿的现金纾困到底做出了什么主张？只有昙花一现的13秒，还有呢，跟秀的手板完全不搭嘎的内容。而内容就是要行政院先亮牌，行政院要怎么发，所以呢，行政院就有亮出了这个行政院的发放方式。但是在到这为止呢，我们昨天朝野协商没有人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的主张里面，到底跟民党主张比较起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看，基本上它是使用的叫做我们的所得税的集聚。我们所得税的集聚当中呢，我们有零集聚的。就是说，所得0的，那所得税缴0的，并不是没有所得。比如说，你是依照退休所得，1年会达78万元的部分，那大家回去找一找看，哪些人退休所得每年有78万元以内，那他需要这样的救济吗？第二个呢，所得集聚呢在5%的，还有12%的、20%的。那当然，国民党的所谓的排富。终于在他的板上看到了，他排除了所得集聚30%以上的，大约呢不到16万户，简单讲没有超过100万人。我们要知道，每一户的人口数不一样，因此呢，以这样的方式，不只是反纾困，更搞的呢人比人气死人。同样的是所得集聚一样的，我们一户要领1万块的，我们家3口，你家5口，那请问这个公平性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也很诚恳的希望国民党他一直盖牌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从4月6号的记者会到昨天他们脸书公布，我们在朝野协商始终没有看到他很清楚的说明他是如何根据所得税集聚来贯彻他所谓的排富条款。他只排除了不到100万人，他有退休所得，而且只要不超过78万。这样的家庭一户可以领2万元，钱如果跟民党一样用在刀口上，是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得到纾困。如果钱按照国民党依所得集聚大刀一挥，按家户所得来分配的话，许许多多产业不受影响，每个月照样领薪水的上班族的家庭，还是可以领到他们所谓的现金纾困。这就是他们之所以盖牌不跟大家仔细看的原因。